另外一个土地争议是高雄莲池潭边啊，有一块5公顷外古祖营国中的校地，市府本地答应要甲遮起做公园，后来煞提案撤回，就是为着要方便清华大学来遮起学校分布。环团表示，这莲池潭是国家级的观光区，袂使开发。那真是要起学校，应该爱去选别位。高雄莲池潭在2022年升格做国家级的观光地区，范围内面嘛包括5.9公顷的古祖中绿地。但是环团指出讲，市府进前是承诺要甲这片土地做公园，即马煞阁决定要提案，方便清代来设分布，这个决定会严重破坏绿地的景观。你盖大学会不会破坏绿地？会不会破坏景观？会不会破坏这个观光的风景？会嘛？那你选址本身就已经是违法的，你未来的开发行为也是违法的。环团指出讲，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综合观光地区也是风景特定区的资源都已经违法。那市府是要坚持，予清代选址伫遮开发强度，也是原本公园用地5倍以上。无反对大学来设分布，但是地点会当阁选。你高雄市政府提供了5块地。你要把旧左中啊去提供了之前，你都没有跟民间团体好好来商量一下。它要设置的是针对高科技产业的制成的这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为什么高雄市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公有部门的这个空地？为什么不能拿来作为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专区？旧左中的案件已经在大会刚才宣布，这个案子呢，因为还在市政府本会的专案小组程序中，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案子已经将今天要讨论的案件删除。内政部都委会18进行审查，认定讲这个案搁伫咧定书当中，就先甲汰掉，无要讨论。环团是建议市府搁进行研究，建议搁找其他的位置，避免未来计划无法度做，搁来变更题目，地书政策的反起反倒。记者综合报道。